好吃。如果拿起来丢的话，可能会弹上盖了。满足表情来自于满嘴的 Q 感嚼劲。提起新竹贡丸，一定都知道海瑞的招牌最响亮。就算比别人贵2成，零售商还是愿意花大钱跟海瑞订货。它的价值是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1分钱绝对1分货。海瑞贡丸一天卖掉3000斤，换算下来7万颗贡丸，总共3500包。好吃的秘诀就从打浆开始，选用上等的黑毛猪后腿肉，纯手工一下又一下的将肉打紧，由上往下，这样把它挤出一颗来。成型要有技巧，小指一掐，拇指一捏，大小有讲究。从猪肉打浆开始，成型、煮熟、装袋到配送，时间控制2个小时，要确保消费者吃到最新鲜的食材。我们的贡丸好吃的原因是在于说我们的原料非常的新鲜，对，它必须要使用那个刚屠宰下来的温体猪肉，因为它那时候的肉质是它的保水性跟接触性是最好的。黄世凯的爷爷黄海瑞是客家人，60多年前推着小摊子在菜市场一卖出名。如今因为大量生产改为工厂制作，但客家精神没改变。基本上我们沿袭它的那个虽然是机器制作，不过说在它的技术上面，还有它的配方啊，我们都是传承古法，都是没有变的。传承阿公留下的方法，加入创新思想。如今的海瑞贡丸琳琅满目，总共14种口味，有草莓，有墨鱼，还有客家福菜贡丸。客家就是福菜的东西，这个是属于他们的传统的一个算。也不算小吃啦，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就是平时都使用的一个食材。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加在贡丸里面的话，那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口感？就那时候一试，吃起来它不但有贡丸的香 Q， 而且吃起来有那个梅干扣的味道。第3代玩创意，但不变的是当年海瑞阿公不怕苦，讲求完美的客家精髓。从打浆到成型，从煮熟到装袋。一颗颗海瑞贡丸是黄家人的坚持，而咬下一口，则是我满满的感动时刻。